谢港方现场真正是有够闹热，所来关心军方的消息。陆军这个金门的伤兵失联第2天，目前了找无人，敢有可能收水收去到对岸？金防部进前是表示讲，这个海上也就是呢，这个海影呢真大，水温真低，而且手机的信号伫岛的附近应该无啥可能。不过，公部长邱国正是讲，到目前为止无任何消息，伊敢有收去到对岸唔知影，伊本身嘛无法度去乌白油，不过有可能有这个代志。 这件事情我也表达2万分歉意啊。开喙就先回息咧，金门失联的兵啊，找到阿尾，邱国正出来讲上新的进度。到目前，我们请海军帮忙啊，海上到海目前没有回应。你认为说游到对岸的机会高吗？目前没有任何讯息讲说他已经到对岸或如何啊，所以我刚才讲我没办法预测。 好吧，所以可以从说很遗憾一件事情，我们持续要找嘛，找到人再讲。细但的这个兵啊，人伫对，前一天啊，家属到金门，外界就开始讨论，敢有可能收水到中国。金防部是认为附近海影真大，加上气温真低，可能性无介大。而且这个兵啊，手机的信号是伫个岛的附近。啊，我没有推责任啊，我所得到的回应，就是说管教方面、生活方面，还有跟人相处方面。 啊，都是一些正常的债务的问题，啊，这个对于我可能有一点，但不是好像很严重。 只是军中的问题实在是袂少，前几天啊，佮发生铁骨腰的步枪兼2件枪击，加上身份中心真的情况换做是假枪，敢若是部队长官逼下骹手人暗砍，重大不法。刚才已经讲过，对于最近发生这些纷纷扰扰啊，带给大家那么样不安啊，真的觉得很抱歉啊。国军的确，我们要彻底要检讨改进。 前一阵啊，台湾抗议日本经济新闻讲台湾退伍军人有9成是强杀，不过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是感觉台湾政府反应敢若是伤过激动，一声邱国正无评论咯。你还要管这个，那个就我觉得太过了。这礼拜国防部会用的讲是非常无用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